喺當愛情遇上障礙曾經提到，課題就係每個靈魂承諾去體驗同埋穿越嘅學習。所以我哋內在有啲咩嘅課題，就會透過外在嘅關係嚟呈現，例如家人啦、伴侶、同事或者係我哋嘅子女。內在嘅課題係因，外在嘅世界係果，呢個係生命永恆嘅實相。喺生活裏邊，我哋點樣先至知道我哋嘅課題被共振呢？當你喺關係上遇到一啲事，然後有一種不吐不快嘅感覺，呢種表面上好似純粹去表達緊自己嘅狀態，其實係自己課題被共振嘅反應。當你發現自己語速加快、聲量提高、變得激動，就係另一個好好嘅提醒，內心嘅課題被觸碰咗啦。係一種令你控制唔到嘅即時反應啊，例如忍唔住要即刻回覆對方，即場講大話去自我保護，冇經過時間、空間沉澱嘅自動反應，好明顯亦都係課題俾人撳着咗嘅表現。能夠意識到自己嘅課題被共振係第一步，係更加重要嘅係，究竟乜嘢嘅課題被共振咗呢？個關鍵就係從外在嘅故事去到內在嘅感受。舉個實例啊，媽媽經常喺生活裏邊控制你，咩嘢都要管，呢個係外在嘅故事。但係要揾到呢件事背後嘅課題呢，你就要問下自己內心嘅感受啦。咁當然啦，俾媽媽控制會覺得唔舒服，但係唔舒服嘅背後會唔會係覺得唔自由？會唔會係有一種好深嘅無力感？如果係嘅話，唔自由同埋無力感就係你要去面對嘅課題啦。同樣喺工作上邊，經常遇到一啲唔負責任嘅同事，呢個只不過係外面嘅故事。究竟遇到佢哋嘅時候，你內心有啲咩感受呢？會唔會係憤怒，覺得唔公平？憤怒同埋唔公平就係你內心需要面對嘅課題啦。有時內心嘅感受係唔容易去覺察嘅，譬如面對家人或者朋友嘅離世，你可能會覺得傷感同埋傷心，但更深嘅感受可能係會有內疚、被遺棄，甚至乎會有怨恨。有一個個案，佢唔能夠輕易相信別人，所以咧同人嘅關係係非常之差㗎。而呢個故事嘅背後，原來係源自於佢細個嘅時候，媽媽經常打佢啊。當佢喊嘅時候，媽媽亦都唔俾佢喊，仲會笑佢係一個大喊包。原來背後嘅課題就係害怕受傷，因為害怕受傷呢個課題，所以會顯化咗好多佢唔能夠相信別人嘅故事。當我哋知道自己內在嘅課題係乜嘢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去療癒同埋轉化，先至能夠脫離呢一個負面嘅循環。而我哋嘅生命就好似開咗 GPS 一樣，就會有清晰嘅指引同埋方向，唔會感到迷失，係非常重要同埋珍貴㗎。睇到呢度，如果你開始思考，認清楚自己嘅課題之後，下一步應該點樣做？咁就要繼續留意404 Lost and Found 嘅短片啦。